國教院建立的台灣台語語料庫，這幾天有大更新，新增加3本台語詞典加系統的新功能，會當線點查詞找例句。學者指出，講這語料庫愈大，使用者就會當學到愈正版的台語，對台語的保存、教學也個 AI 發展，攏有重要意義。甲台灣台語語料庫的網頁開開，輸入有甲無，就會走出來真濟相關的例句。譬如講有入選無，有也好，無也好，這兩個字攏會用無共色水來顯示。這是國教院佇2024年建立的台灣台語語料庫。這幾天系統閣有大更新，增加新編華台對照點，實用台語詞典、台語華語2500個卡難句對照點，3本台語界先進的詞典甲新功能。去干那紙本會使查的這幾本詞典吼，即馬佇咧這個系統頂頭，你會當用網絡來查吼。第二個吼，就是你查一個詞，你會當看到10幾句、20幾句，甚至上百句的這個例句甲使用方式。過來就是對研究者來講吼，研究者就是研究台語的人吼，阮其實嘛真需要這個語料。學者表示，網絡世界無所不在，佇網絡頂懸台語語料庫，若愈來愈大，使用者就會當找到正港的台語用詞甲語法，袂互華語砍去。對台語的保存、教學資源的建立，甲未來台語 AI 發展，攏有真重要意義。所以因講出來台語吼，攏真濟攏受到這個中文的影響，不管是用詞還是伊的語法等等，若是有較大的語料庫，就會當看到較濟的這個語料，安尼會當互家己的思考對台語的理解是表現，會當更較成台語。學者嘛表示，台語的起造過去幾60年來真欠缺資源，攏是靠民間的力量，甲真濟先進長期打拼才累積出來的成果。學者呼籲政府都要積極投入資源，獎勵民間授權語料，互台語語料庫會當愈用愈發展。記者吳正陽、王志剛台北報道。